救命啊！救命啊！臭渣男！谁呀？你回来了。大宇，停！你别说话。啊，白菲菲，你自己看看啊，是不是你写的？本人秉着友好、和谐、自愿的态度，同意与张大宇分手。还有这个。这是我干的。哎，还有这个。我，白菲菲和张大宇分手了，立此为证，绝不纠缠。我们分手了。哎呦，菲菲，这都是这个月的第4次了，这事儿有那么难接受吗？我们为什么会分手？菲菲，没事吧？我没事儿，我只是不记得我们已经分手了。有事吗？没事儿，不打扰了。神经兮兮。放下你手上的事儿，现在就聊，哄我到开心为止。你怎么跟着也犯病啊？林贝贝，别跟我说话啊！再不过来你就死定了。你俩这是要干嘛呀？一起跟着犯病啊？我这一大早得罪谁了啊？没事儿，你忙吧。跟你的花儿过一辈子吧。站住！一大早你给我作什么妖？我是在给你治病呢，还是免费的。治病？治什么病？我得什么病了？我得什么病需要你给我治啊？我有医保。你这病就直男癌，晚期没救了。直男癌？你要是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觉得活着就更有意思了。站住！你有行医执照吗？你给我看病。本人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专业，在校期间就已经获得了心理咨询医师牌照。治你这病妥妥的。心理咨询医师？哈，怎么听着有一股骗子的味道啊？等同于天桥底下的算命大师。你说去。大仙儿，大仙儿，救我！简单点来说，你女朋友得了短期失忆症状。是前女友。那这件事情是在分手之后发生的吗？是啊，这种情况已经在他们分手之后1个月里边发生了4次了。
他女朋友根本都不记得他们已经分手的事实。我在问他。闭嘴！所以他是只不记得你们分手的事儿，还是在此期间所有的事情都不记得？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就跟失忆一样。出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啊！哎呀，你拉我干什么呀？我拉你，我有那么大屁股才行。哪儿捡来的？谁呀？楼上那个谁呀？哦，你说张大宇啊？啊？哦，他是咱们外婆的表外甥的姑姑家的三女儿的小叔子的表舅舅的干儿子。这一外国人，这伦理套路整得挺溜。那是，什么情况？路上？就是他前女友经常骚扰他。哦，苏医生，你看我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女朋友呢？前女朋友。哦，你前女友的这个症状，在我们心理学范畴被定义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哦，我懂，能治吗？能治，但是……哎呀，您别但是，您就说怎么治。这个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呢，简称为 PTSD， 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者多个涉及于自身或者他人的实际死亡，或死亡的威胁，又或者是严重的创伤，或者是躯体完整性的受到威胁之后，所导致的。简单来说吧，在你前女友看来，你们两个分手无疑比死亡更可怕。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呢，她不愿意接受你们感情已经分裂的这个事实，所以她的大脑做出了你们并未分手的假象。其实吧，这白菲菲也挺可怜的。这可怜之人吧，他还真不是。白菲菲和张大宇一直是小学同桌，他们呢一直同桌到高中。这个白菲菲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自卑又内向。自从张大宇替她出了一次头之后，她就非张大宇不嫁了。只要是张大宇喜欢的，她是必须要做的。这不挺过瘾的吗？不要给我讲这些，我也听不懂。您就跟我说，我该怎么办？首先，你得让她接受你们已经分手的这个事实。你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分的手？白菲菲简直是24小时无休的贴身保姆，完全以张大宇为中心，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在她的世界里，真的只有张大宇了。这不挺好的吗？这俩人为什么要分啊？那就一言难尽了。其实吧，我们俩根本就没在一起过啊。张大宇觉得白菲菲无依无靠的，挺可怜的，就想把她当妹妹一直照顾着。谁知道这姑娘以为他们俩谈恋爱了，一听说张大宇要结婚，受不了了，就闹失忆那一出。依我看，这张大宇也挺渣的。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臭渣男！大梅姐，大梅姐，你松手，松手！哎，放开！哎呀，行，这咱们是个女孩，是个女孩，是个女孩啊，是个女孩。没事吧？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人家好歹也是顾客，这顾客就是上帝呀！什么顾客？我不接待这样的顾客。谁像找你似的？这什么？哎，对，少说两句，都少说两句。大宇啊，不是我说你的，你跟你前女友的故事啊，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对吧？这个还是你做的不够地道，你不能一个人把所有的好处都占了，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不，大哥，我真的一点便宜都没占白菲菲的，我就把她当成朋友，她呢非把我当成男朋友。之前也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我现在要结婚了呀，总不能我跟我媳妇儿在家，她总是破门而入吧？大哥，你帮帮我，也算帮帮白菲菲，让她把我忘了吧。这事儿吧，我不是不能帮，只不过大哥，只要帮我把她甩掉，钱不是问题。那好说了呀！来，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事儿我负责。
你？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救那个可怜的姑娘。苏大米什么意思呀？半路抢活啊！我是在救人。我是在害人吗？二位不要吵了，二位都是好心，我知道。咱们这样，谁要是把这事儿摆平了，报酬就归谁，好不好？成交。啊，拜托了。